来看财委会的修正三读通过了。行政院之前是开记者会，表示讲明年度预算可能爱定编。立法院财委会早起就安排行政院主计总处和财政部去报告。主计长甲财政部长拢表示讲无要定编哦。民进党的立委是建议行政院卖复苏。明年度的总预算本身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。好，那么可能甚至需要重新的编列。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，行政院顶一日召开记者会，讲明年度的总预算可能爱定编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问主计长甲财政部长，因拢讲无注意到，希望这个甲行政院无共调。请问你有听到李发言人提到重编2个字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注意到。部长，你没有听到？我没有注意到这个。不接受是不是？发言人原意啊，是对未明定施行日期所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表达忧心呢。财政部指出，财委会三读修正通过了后，中央保护地方的财源还阁增加3753亿元，占整体税收的9%，影响的比例有到28%，会严重冲击到中央施政的能力。民进党立委吴秉叡问讲，敢是已经收到财委会修正的公文？因为行政院若要复议，就要伫咧收到公文的10天来提出。我建议行政院不要附属这个法案的，那衍生的宪政争议由宪法机构循宪政程序解决，这是我的意见。吴秉叡表示，若是上紧今仔日就收到公文，嘛要伫咧1月初8或者是初9就提出复议，建议卖复数。但小组讲，若是复议甲实现失败，编预算有困难，都要减差不多30%。目前还阁伫咧研议应用的措施，行政院嘛会提出复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